我來看到台南大唐中英酒店是發生有可能是食物中毒的事件，有來自台北的旅行團，其中12個人是出現走白的症頭，衛生局是已經派人去到飯店來稽查。不過，這業者表示講，迄暗攏總有205個人佇咧飯店食飯，目前敢若一寡成員身體出問題，不過因嘛會來配合調查。家庭佇咧吊大堂，台南市立病院2人早起8點半，連續有3個查甫、9個查某、12個台北的旅客來掛急診。伊是25帶入去大唐長景酒店的旅行團團員，迄暗抑個隔頓工早起攏佇咧酒店食飯，尾下煞落巴肚，敢若是食物中毒。大部分的症狀都是上吐下瀉，那醫師經過處理之後，也覺得是不是有可能是食物中毒。那所以我們有請我們的港控也介入去了解。做適當的採檢，也通報我們的衛生局。旅客經過治療，身體有較好，坐遊覽車繼續旅程。實際來酒店工作人員佇咧吧台邊處理食材，旅客食飯的餐廳是自助式的。酒店講，25暗總共有205人來吃，敢若因集團有一寡旅客身體無爽快，有一寡旅客講食飯進前身體就無啥爽快。派員前往飯店進行食品衛生稽查。包括食材保存情形、食品制備流程、從業人員的衛生管理及環境衛生等。同時針對可疑食物環境檢體共採樣12件送驗。衛生局派人去酒店餐廳查翕現場環境，並且採樣送檢，做進一步的調查。業者講會對迄天供餐的廳師做自主查翕，並且加強清消，也會保留相關食材漏樣，加作業記錄予衛生局調查。再來也會繼續關心受影響的旅客，追蹤因健康狀況，並且表達慰問。記者綜合報道。